上一集我哋了解咗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譜號由上海出發到釜山嘅實際體驗。今集我哋由小朋友角度加深了解成艘船嘅家庭娛樂設施，又會唔會啱佢哋呢？餐食上又啱唔啱佢哋口味呢？事不宜遲，我哋立即出發。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全新線上預訂平台 Polytrips 嘅 YouTube 節目頻道品味遊輪住嘆世界。我係你嘅郵輪顧問大師 Miss 鐘鐘。哇！呢度呢就係三人房 Junior Suite 啦，特別大間㗎。呢一張梳化床呢就可以 convert 去做一張 single bed 啦。呢度呢就係套房專屬嘅餐廳啦。嚟到14樓，仲有一個 hot dog station， 喺呢一度呢就會顯示開放時間，歡迎隨時嚟呢一個免費嘅小食亭攞熱狗或者係小食。呢個場地好多唔同功能㗎，隨時會演變成足球場、籃球場、羽毛球場，甚至係碰碰車場地。呢個呢，就係免費碰碰車嘅時間啦。而喺上海呢一個航線呢，仲有個特別 fast pass， 就係唔使排隊。如果提早預訂，大約俾$5左右啦，咁就可以唔使排隊，有個 fast pass 就玩到碰碰車。旁邊仲有一個地方叫青少年迪斯科，其實就係俾年紀比較大少少嘅青少年嘅私人派對場所。而家呢就未開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喺船上嘅 program 幾時有活動。嚟到14樓就有個帆船自助餐廳，呢一度呢就係屬於免費餐廳，早午晚三餐都有開放㗎。而家就嚟到晚餐時段，有麵檔、甜品部、自助飲品區，呢度有茶、果汁同免費咖啡供應。睇下今晚係食啲咩先？哇，原來係原隻烤火雞喎！呢度仲有好多國際風味麵包檔。由於呢一艘船呢係主要喺上海出發啦，咁所以呢好多食物呢都係亞洲菜為主，真係比較適合亞洲人口味。燒賣啦，有菜有牛，好多亞洲菜式。話晒嚟到國際版郵輪，
點少得西式餐啦。呢度就有無限供應嘅漢堡同熱狗啦。嚟到14樓呢一艘船上，仲有火鍋店，沿住自助餐廳就會嚟到海鹹火鍋店。呢一度呢，就係特色收費餐廳，大約35美元一位。呢一度就係火鍋店無限自助嘅菜式啦。醬料好齊全啦。基本上呢一度呢，你係可以買一個套餐啦，或者係點菜啦。如果買一套餐呢，就有固定嘅份量嘅肉啦，但係講到蔬菜、生果就無限自助任添啦。嚟到皇家大道中庭呢一度，除咗有唔同嘅商店之外，亦都有 coffee shop。嚟到呢間 L 記甜品，大家就可以揾到免費嘅小食，小食呢就係免費嘅。但係想食啲特色雪糕呢，就有一個3個9.9美金嘅收費啦。呢度仲有一個棉花糖機。順帶提一提啦，喺船上所有飲食嘅消費呢，係有18% 嘅小費收取㗎。嚟到船上嘅川菊匯就係船上嘅中菜收費餐廳，呢一個呢係屬於船上嘅中式特色餐廳。呢一度呢，除咗有 set menu 可以揀之外，亦都有可以自由點菜。啱啱靚女介紹，哇！原來呢一度嘅Specialty Dining 嘅 package 呢，好抵嘅喎，可以選擇45蚊呢一個套餐，一個人可以選擇2道頭盤、1個湯、1道熱菜，再嚟個2個主食同甜品。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3位朋友仔或者2位朋友仔一齊嚟，就好多味菜啦。我啱啱就問到，咁如果3位大人點計呢？總共6道開胃菜。3個湯，3個主菜，哇，會唔會太飽呢？之後靚女就同我講，原來一套餐就可以換1個龍蝦添啊！呢一個攻略，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嚟到另外一個 coffee shop，就係呢個蝦魚茶道。呢一間呢，就係屬於一個收費嘅 coffee shop。顧名思義，其實就係 Starbucks。呢一間係屬於 Starbucks 管理嘅 coffee shop。呢一個 coffee shop 仲平過喺香港飲啊，中杯4個幾美金，其實都係30幾港幣。竟然原來有珍珠奶茶喎！喺呢一艘船上邊，大家留意一下啦，仲有一張叫做 Drink Coupon 10杯 saving cards。如果要提早預訂，仲有優惠添啊！大約80蚊美金就可以有10杯飲品，包括有酒精同冇酒精飲品。你好彩嘅話，可能40幾蚊就可以啦。啊！嚟到呢度飲咖啡，仲可以選擇免費甜品同小食添。嚟到船上5樓，去返皇家大道就有唔同嘅酒吧同餐廳啦。嚟到呢度就有美式牛扒館。How's your food? Amazing. 一路沿住皇家大道就會嚟到見到日式餐廳，呢一度就係日式餐廳 Izumi 啦。呢一度可以食到 sashimi、sushi、拉麵同埋日式沙律。呢一間係屬於一個收費餐廳嚟㗎，呢度可以自由選擇食品或者用返 Specialty Dining 嘅 package。沿路再落，由 Wonderland
善景坊就係一間特色收費餐廳，而呢一度嘅環境非常之靚，亦都好有特色。食嘅嘢係以 fusion 為主，呢一度就係用愛麗絲夢遊仙境做主題嘅餐廳啦，好啱一家大細。哦，入邊仲有朱古力㗎。機械人酒吧呢一度，顧名思義就係機械人調酒俾你飲，只需要拍一拍房間，揀你心目中想飲嘅 cocktail，機械人就即時幫你整啦，都幾得意㗎。我哋嚟到主餐廳，佢哋嘅餐牌每日都會換，特色係中西融合，而且仲提供2種用餐模式，方便大家安排行程。一種係固定時間、固定台號，每日都有熟悉嘅服務生同你打招呼，好有親切感。另一種係想幾點食就幾點食，只要喺開放時間內去或者預約就得，彈性十足。雖然主餐廳係免費，但建議大家第一日上船就喺手機 app 預約定心水時間，咁就唔使排長龍，可以舒舒服服享受美食啦。嚟到船上嘅特色餐廳，意大利餐廳，屬於 Jamie Oliver 品牌嘅一間意大利餐廳。呢一間餐廳係屬於一間收費餐廳，平時一般午餐同晚餐都有開㗎。船上另外一間酒廊，呢一間酒廊晚上非常之受歡迎啊！靜靜地摸下杯底，就喺船上5樓啦。喺船上5樓仲有一間叫做270咖啡館，呢一間呢就係一間免費嘅餐廳同咖啡啦，主要呢係以小食為主啦，鍾意食乜就隨便攞，隨便點。呢一度呢，除咗 coffee 同埋特色嘅飲品係要收費之外呢，大家亦都可以嚟到自助水吧，呢度有水啦，有茶啦，咖啡同果汁可以自由去使用。Don't look at me，好緊張啊！你隻眼係望住嘅，你記得我會記得㗎，簽埋生死狀。出發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 Miss 鐘鐘。大家一連兩集咧就已經睇咗 Royal Caribbean 嘅 Sparkling 愛麗絲光譜號。咁呢一艘郵輪咧，其實對香港人嚟講咧一啲都唔陌生，但係咧我都要俾一個 review 嘅。咁啊，第一次嚟呢一艘郵輪喺上海出發，去咗韓國，咁個體驗咧好唔同喎，因為呢一個咧係全新嘅 itinerary。大家可能咧就大家認知。Royal Caribbean 過往咧一路都係行緊上海去日本嘅航次啦，咁今次咧有機會咧坐呢一艘郵輪咧去韓國呢一個地方咧，其實都幾好㗎，因為大家可能有機會認知到去韓國一般咧，如果你話首爾咧就好多飛機到啦，咁釜山咧其實直航機咧亦都比較少啦，咁嚟緊咧其實呢一個航次咧，佢哋仲有去一個地方叫 Yeosu 啦，其實都係一個好期待嘅南部嘅地方，因為之前咧我行陸路咧就有去過啦。坐船咧就真係未試過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個航線比較新啦，大家都有機會咧即管可以試一試。咁我今次咧就帶咗我個 family 過嚟啦，咁就大家睇到有位8歲嘅妹妹仔，亦都有位11歲嘅少男啦。今次我做咗一個大膽嘅挑戰啦，就係訂咗個 Unlimited Specialty Dining， 即係話無限嘅特色餐。基本上試咗好多唔同嘅特色餐，喺6日5夜入邊咧。一共有7餐特色餐，咁所以當然大家都肥唔少噶啦。不過咧就真係俾我一個好 surprise 嘅，因為平時咧試 steakhouse 啊、tappanyaki 咧呢啲餐廳就試得多啦。咁我今次咧就真係有試埋中菜廳同埋 Jamie's。咁 Jamie's 咧反而我真係好 surprise， 其實個水準非常之高。可能特色餐廳揀 Italian 冇乜特別，但係反而咧原來呢度嘅 Italian restaurant 佢哋嘅食物質素啦、食物種類啦，其實都真係幾好，尤其是特別是有小朋友咧係有好啱口味，所以咧我哋今次竟然係喺7餐入邊咧 encore 又多一次。咁另外 tappanyaki 就唔使講啦，一般都係以家庭有娛樂啦、開開心心啦，咁食又食得好啦。如果真係中意食嘅朋友仔咧，真係要考慮下揀 specialty dining package。尤其是喺呢一艘船啦，其實喺 specialty dining 嘅餐廳啦，其實佢個人數唔會太多啦，亦都 privacy 比較高啲啦。而今次咧，我哋亦都住咗喺 Junior Suite， 即係屬於套房系列其中一款啦。咁我哋就有個叫 private dining area 啦，或者係一個 lounge 啦，就係而家我處於呢個位置啦。咁其實個感覺都幾好嘅，因為又唔需要同人哋逼去 dining hall 啦，早午晚3餐都有開啦。咁呢個今次我上嚟呢一艘船又俾我感覺唔錯喎。咁所以咧，大家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嚟緊今年咧仲有啲咩行程選擇，尤其是去韓國嗰啲航次，特別可以注意一下。所以嚟緊咧，大家想了解多啲關於呢一個行程嘅話，歡迎隨時聯絡我哋，記得 subscribe、like 同 share 我哋嘅頻道。品味遊輪住歎世界，我係 Miss 鐘鐘，下次見，拜拜。睇完片係咪都好想即刻親身玩一轉呢？想去就梗係上 Polytrips 官網預訂啦。我哋平台直連多間郵輪官方系統，實時價錢，而且所有費用都由郵輪公司直接收取，預訂即時確認，簡單又安全。另外，如果大家有咩關於郵輪嘅想知想問，都可以喺下面留言問我㗎。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海上見啦！